香港四大家族創辦人四叔李兆基先生亦都走咗，而家只係剩翻李嘉誠先生。而最近長和賣港後嘅交易，最新全國安處將介入調查，令到市場對長和嘅情況有所擔心。但其實我哋真正要擔心嘅唔係長和一間企業嘅存亡，而係香港價值嘅存亡。李氏家族喺香港扎根，香港超過50%嘅商業活動都同李氏長和有關。今次國務院、中聯辦以至係香港特首李家超都出嚟批評長和嘅交易，其實係自殺性嘅毒藥。香港之所以係國際貿易中心，其中最關鍵嘅因素係長和多年嘅外商關係為香港帶嚟商機，並且創造本地嘅就業機會。若然長和被政治針對，長和作為牟利企業喺商業嘅考量上，只會作出縮減香港嘅業務，甚至停止香港經營權。到時絕對唔係整個政府班底換人就能夠挽回到香港聲譽同埋解決到經濟停擺嘅問題，而係真正令到香港進入迷失30年嘅時代。當然，以上嘅講法仍然只係一個假設，因為最終嘅抉擇放喺政府嘅手上，所以要令到香港再抬頭，唔係別讓成哥逃走，更應該係必須令到交易成交，俾世界見得到成哥都能夠走。